買新樓慳翻唔少裝修費。Alice 啊，今次你帶我哋睇呢個單位用咗幾多錢呢？咁今次呢個單位我哋係用咗14萬嘅家具嘅費用啦，咁包括有多功能嘅食飯台啦、衣櫃啦、閣樓啦、飾物櫃啦、電視機櫃啦、儲物櫃啦，包羅萬有，咁可以滿足晒戶主嘅生活需求。咁呢個單位實用面積係182尺嘅，咁主要嘅設計風格係以一個日式簡約嘅清新風啦作為元素。咁你可以睇翻個顏色，我哋主要都係用咗淺色嘅木紋啦，同埋天藍色作為一個配搭嘅，可以帶出一個舒適嘅氛圍。因為單位嘅面積有限啦，空間規劃好緊要，我哋利用咗本身單位高樓底嘅優勢啦，有10尺高嘅，所以我哋上層就作為一個閣樓嘅用途啦，作為一個睡眠嘅區域，下層我哋就作為一個客飯廳嘅用途，可以增加可用面積。嚟到咗電視機嘅位置，咁下方我哋做咗個儲物櫃仔啦，可以擺戶主嘅鞋啦。咁電視機背咧，我哋就增設一個活動架，咁可以靈活性咁樣移開個電視機嘅。咁後方作為一個多用途嘅儲物櫃啦，可以擺戶主嘅瑣碎物件。咁上方咧，你留意翻我哋做咗一個飾物櫃嘅，咁而且係用咗玻璃啦、清玻璃嘅用途啦，增加咗一個燈光嘅效果啦，咁可以方便戶主平時睇緊電視嘅時候，都可以望到自己嘅心頭好、自己嘅珍藏。咁我哋嚟到咗樓梯級嘅位置啦，咁集多功能於一身嘅，用盡每一寸空間，盡善盡美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櫃桶嘅設計啦，隔離咧就係一個拉台，靈活式嘅拉台，要成張拉出嚟可以坐到6個人嘅。過少少就一個空格，可以擺戶主嘅心頭好啊，或者飾物啊、精品落去嘅。下邊嘅位置，我哋要做一個趟碗嘅設計，可以方便戶主可以攞入邊嘅雜物啦、瑣碎嘢。高少少嘅空間，呢個就作為一個樓梯級嘅櫃桶嘅用途啦。隔離就係一個書櫃啦，書櫃嘅用途。過少少就係一個衣櫃嘅用途，可以方便戶主收納。嚟到上層係一個寢區嘅位置，我哋增設咗一個書台啦，可以方便戶主平時喺度玩下電話或者係用下 notebook 嘅，咁可以提升翻單位嘅可用面積，而且係為咗配合翻戶主嘅要求同埋生活習慣，喺床頭嘅位置，我哋都增設咗床頭櫃啦，咁可以擺戶主嘅瑣碎物件，增加收納。一般蝸居咧，我哋都係以日式簡約嘅設計風為主啦。咁點解係啱蝸居咧？就係因為我哋主要都係用咗淺色嘅木紋啦，同埋淺色嘅柔和嘅色調啦，咁可以令到空間感提升嘅。而且我哋會配合翻唔同嘅燈光啦，又可以細心留意下、望下。以呢個單位為例，我哋響個樓梯級啦、飾物櫃啦、電視機櫃啦，同埋一個閣樓嘅下方嘅天花，都係增設咗唔同燈光嘅效果啦，咁可以令到個立體感啊，同埋空間感啊，都大大提升翻嘅。